今日主题吼，足古锥的。哦，什么个主题？叫做吼，若是讲到阮兜迄个相吼嘿，我著规个头壳摸咧烧。哦，你兜敢有这个人？阮兜是无，但是我感觉你应该是有哦。歹势，阮兜毋是这个人，阮兜有两个这个人，嘿，大家拢熟悉，一个较老，一个较少年。先讲老的迄个好，老的迄个吼，阮是迄个规家伙啊，头壳拢无咧烧。一粒头10粒大。15粒大， 15真就烦恼的，对对对因为伊这个人吼，就是会有足侪新的出头。像细汉的时阵，高中毕业的时阵，伊就甲我讲，伊无时间会当来我的毕业典礼，无时间会当来。我就想讲好啊，无要紧，无要紧，咱莫来上好，我就点点的毕业就好啊。结果吼，老师讲着我的名吴珊如，我讲好啊，去你台顶，行去哩，歹势，阮爸徛伫遐。啊！你爸徛伫对，恁爸徛伫对，徛伫台顶，台顶。嘿，啊，毋是讲伊无闲。校长搁伊的后壁哦，伊徛伫遐，我讲爸爸你来创啥？你伫遮创啥？伊讲我来遮甲你颁毕业证书安尼。就尴尬，就更小呀，就更小啊！不是啦，不是更小啦，就歹势啦，就歹势，就碍叫的。啊，全学校的人拢知影，哦，你爸爸是吴宗宪。